一杯咖啡展开一天的开始，是真侪人的选择。台湾中油看准乌景商机，伫真侪中油的加油站设立了来速咖啡，互民众伫等待加油的期间会当饮一杯。现在这项服务再升级，伫药品加油站的来速咖啡，除了会当坐了休困开讲吃咖啡以外，阁会当做面美容看画展。到我们中油这边来的咖啡店的消费者，我们也想要让他享受到咖啡的美味之外，也能立即感受到我们这个文化的气息的提升。所以我们也那时候就想说，是不是去招一些艺术家的作品、文创品进来，让消费者一到这个空间来，除了喝咖啡，也能感受到说，还有一个文化气息的提升。中油这个来速咖啡这个部分的多角化商品的合作呢，我们也跟文艺合在一起。那未来呢，我们的一些伴手礼呢，我会按照季节性的来速咖啡都会展示来卖。所以其实我们也做一些手作课程，比如说喝咖啡，然后免费做一些手作的课程。那再来就是说，来速咖啡呢，我们可以来速美容夫妇这个方式来合作。那未来我们在所有我们全省来速咖啡拓展到科技美容、生技跟文艺的结合。你这次来展览的画家嘛，非常的有看头。台湾中油首次邀请到台湾唯一艺调王海峰艺术家的作品来设展。透过就是跟中油的合作，然后带动台南的地方观光推展，台南的文化，我们非常的开心。因为之前展览的时候呢，台南市公安局也帮我们做了一系列的，就是明信片。那用意也是为了推展这台南的观光，那这也是我们的初衷。王海峰老师更亲笔写春联，送予现场排队的民众，和真侪来吃咖啡的消费者感觉到万分欢喜，会当得到大数的春联。上方医院合作赞。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。